覺得成個社區係唔係淨係房屋，唔係淨係土地有規劃，冇錯。後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喺離島區議會副主席周轉香陪同之下，先去到東涌日東村一間小學嘅天台，了解東涌土地空置嘅情況，研究係咪可以興建房屋。惠及咗現有嗰啲居民。之後，梁振英出席座談會，同居民探討房屋政策。梁振英話：過去5年，市民住屋環境惡化，等候置業嘅市民增加。香港冇嘅唔係土地，香港冇嘅呢就係根據我哋長遠嘅房屋需要同埋其他嘅用地需要做嘅全面規劃。因此呢，我哋要做好長遠全面規劃，我哋就有土地，有土地呢，我哋就可以解決房屋問題。呢3方面就係由一個局嚟到負責，我哋向一個局嘅局長問責。呢個係我嘅構思，係我嘅主張。梁振英仲趁機會推銷佢提出嘅改組政府架構方案，認為改組可以加快解決住屋問題。外國旅客嚟香港，佢坐車由機場嚟到東涌，見到我哋周圍都好多空地，而我哋呢就喺東涌帶佢去睇我哋東涌嗰啲劏房。睇到有香港有一部分人呢住嘅條件太差，我諗好多外國人呢都會拗爛頭，都唔明點解我哋呢個地方嗰個經濟發展水平咁高，我哋東涌有地，點解會有人住劏房？係咪？呢個現象本身就唔合理嘅，造成呢個現象嘅其實就係我哋自己，解決呢個問題嘅亦都係要靠我哋自己。梁振英又話：東涌喺珠三角嘅發展入面佔有利嘅位置，當地居民應該找緊機遇。有做保鏢，你做保鏢好唔好？梁振英喺出席論壇之前，又到東涌公屋嘅商場同市民接觸，有居民向佢反映東涌出市區交通費昂貴等問題。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黃婷婷報道。